算吼，人家迄游戏吼，去小学时间变了5件啦，去5件做啦，一件是做文物馆当市民一件啦，吼，我了拆起去，拆起去我了，安尼压开来，下尾做仓库，下尾做仓库改变唔起，所以拎起来做仓库做好咧，按说来样。做咩话就到手的东西啊，全部爱改变。古物唔好现在挑剔行业，吼，留到现代吼，本小台也好看啊，个乌粒头摆，阿公阿太，哦，头摆记咧传承起来啊，哦，不是留念样子唱。画图啊，这些是仓库。啊，全部迄都得用诶，哦，像个研究刀呢，哦，叫研究啊，哦，佢全部有啊，研那个盾呢，研盾呢，个磨诶。头摆我是本人做来的啦，哦，本人做来后来咧，佢我本阿 Q， 哦，阿 Q 做来后来是集中当到集中了个来，这真艰苦，我8岁是爱种牛，佢读书我上10岁的时间吼。就算条去读书啊吼，去割草，割一担草转来，让吃饱，让去读书。这东西是细是真艰苦过来，读唔上书，冇乜个就读书，讲就读书，总冇乜个书。到4年5年来吼，都是也是乌克兰冇乜个行业，也当到台东亚战争啦。台东亚战争来，就跳下是冇马脱嘞，最跳甲每丢就脱冇3年书啊。没有。随便你呀、
22歲，我本樣有拖嘞，是離開武漢，乜嘢都冇，哦，1錢5年錢都冇，哦，所以我自己做個衫嗬，個內衣哦，水褲條，是按兩新的按帶你出來，哦，帶你出來是按樣的，是sen髮。出來乜嘅都冇啦，是開幾輛皮輛車啦，哦，講緊係衫褲啊，要執包褲啊嚟執嚟咗，冇通面，冇執碗，冇送筷啊。没有啦，这里的好像有机的啊。嗯，你要看有水果皮啊，菜的叶子啊，哈，不用啊，我拿来做肥料。爸，10塊啦。丢，来上来丢我不洗了。你要吃饭了？吃饭吃饭。你要吃白饭还是要吃那个？哎呦，我洗地了。你要吃白饭还是要吃这个？是这样。锅巴？有啊，他刚刚讲这个。小姐呀，你好。我爸爸还没有去学这一行的时候，哈，我爸爸去做过那个矿工。我跟我爸爸去煤矿，我下课的时候，小学很早下课啊，是5年级开始，我3点多下课，我4点多跟我爸爸进去矿坑帮忙。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危险，什么东西。我不把它洗的。可以啊。省钱来了。可以啊。哎，你马上就要去，我不在管嘛。损善是走水瓜，要拿。啊。损善走水瓜，好不好？哎，新损失，没事用啥做的啦？冬天才做的啦。冬天不刮，夏天不刮。他们说，东西南北，从他们北干。ไปต้องการคู่ต้องตาเพียงไงเส้นอยู่ในตัวอ๋อ唔ตาเพียง做唔得啦，所以其实3万做，哎，就第一个其他摩擦是做了惩罚，做了过3歲那樣嘅，都30歲開始做，誒，要30歲時間。做奶水吼，結妝的啦、粉餅啊，我會做啦。但是會做來講吼，一條尺寸啊，哦，尺寸，哦，5行，哦，個3條咧條各項個細節是唔啲啊，所以我就去學習，是開始是去學奇妙啊。4隻細學的，樣是學的少年。佢講冇從事做唔得，題目那唔到嚟做，修理不別後冇做爛你都學會嫌疑人講啊。你以前就會結咗啦嘛，你是學士偷的。叫贊條學唔啲心事嘅，
cái sư phụ冇mà hẹn cao cái anh kia yêu chọn lời yêu冇học thầy yêu theo sư san thì học nhân lăng như là xăm nhân xỉa nhà yang chỗ sư cái học nhân lăng九旬条做么这样哈，佢几千落线咯，哦，请快乐嘅师傅，哦，啊，其实九旬条做么，是老人讲，讲哦，你做哪要办做啊，嗰种事你咪挺困难咯。其实老人讲，嗰片有件要好看，哦，可是你是就看将来做啊，哦，因为挺困难学起来，哦，我学4万日。师傅是搞不来，带工人，带师傅做些，买千年前就这样。thấy không anh cũng nói chân số Đó này, sao không tại nhiều đi à tại sao không cần nhập đi? ta số của đây Má đi cài như rồi. Hả? Hiểu? Như còi hổ hò. Sáng nên như là ai chạm đi ấy,东西，chạm下去，让他chạm下去。可能那边水冻黑了，水冻黑了，系哦，系，系溜完摸而已，但是溜到架表了，让他天贵到，那可能hem來回下來就滯，試都用啦。係啦，全部試全部啦。好吧，是按用了哈。好。anh nhớ đấy sợi không? Bây giờ mò, tôi vẫn dùng đi rồi. Thiên con cái hắn sư lại dùng đi ạ. Này hả? Đây. Có nào à hả? Đây là Thổ Ti Miao的样子。这我画的。哎，这个是人家的灵骨塔，这是灵骨塔，好挺旧哦。俩是没用做了，发就假一点了。哦，配装机兄弟发好了。发好了也是用蒙落去，发好了让蒙上两边像不中央啊，哦，两边都会一样嘛，哦，所以我发一下，哦，写一个，哦，然后才蒙下去的。32歲了，32歲該下啦，哦，32歲該下，哎，開始發圖。对，进路网在对了哦，向路该向路啊。向路咩？用緊人來大啦嘛。有咩做的？然後喺度嘅，啱喺度啦。是這樣呀？水兩手。你還沒做對了，該摸完機啊？摸完過去。水兩天沒過好了哦，天沒過，是吧？摸完該。用減掉了。一點發到啊？摸點發。不減係啊？沒不減。不減會過哪去啦？因為不減就年紀了，因為不減。我本來我沒做靈骨塔嘅，但是我內行，我冇做我沒內行啊，而家做個2000人個呢，個靈骨塔，從設計幾條，建築師設計，建築師唔敢畫圖啊，我畫圖，是咁樣。我畫好咧，佢拜託我，20人我做啊拜託你啊，但是過不講就來做。
冇人啊。呢啲就要嚟呀，有下用料啊，用料。呢啲最睇嘅，係咪錯啦？乜嘅麻花，乜嘅，佢撞假哪家的？俺那不的，哦，我这伢公公伢俺还嘛太俺的阿泰哪家的？咩阿太那家，阿泰哪家？让俺还嘛太啊，哪家的？跟我去苗湾人啊，去苗湾人聽到看到個苗苗灣人做，其實看到你我就聽過可能人啊，就會係沒看。看風水沒講真簡單咯，因為愛照事來，你只三條，你樣板嗬，全部咩愛要照事哦，誒，看風水好難過去苗。我先講差唔多。差唔多嗰度能夠簽啊，香港啲槍票咁多用啲啊。哦，差唔多。哦。啲槍票咁多用啲啊。差唔多人喺打上面嚇，係咪多點好啦？係啦，係咪多啲好啦？槍票咁多。咁開咯，嚇嚇。你咁開啊？咁疏咯？咁疏就先咯。咁疏。有啲位東西嗬做落去，對方有惡殺，哦殺氣惡嘅，哦，嘅風水做落去，家庭會派。所以我是冇乜嘅愛老人做事啊。哦，朋友很多，人是盡量是落去幫忙講，哦，盡量看書看透透，人讓落去聽小啊。我一般我講冇講做了個條路嗬，看風水嗬，冇買頭啊，講好多人。做到之前愛換田，哦，愛賺錢咯，愛什麼？錢咯，幾重要？錢都唔要錢啊！抠東西啊，有做東西就上面做，舊了，你看那個角，都補上去。看到個老師傅好多歲咧，個捶奶愛豆腐香啊，喺裡面攞去捶奶，所以佢咩會搞喺啲用品，哦，個老師傅啊，就看到有啲後生嘅嗬，按3萬就按講就要講哎呦用品嗬，嘛個都按現做，佢會悶嘅，哦，叫你學佢叫咧，我講佢。學係是學冇幾叫啊！我係學唔到，哦，用樣板學唔到。我講緊按艱苦做嘅東西啊，個導演講我哋就學，你導唔出啦。我導演講我學，一導唔聽，結果講哦，你條拿幫我看，哦，其實我拿我聽我係拿，跟我師傅冇得嘅，你條樣做得咯，本師傅看到是做唔得咯。哦，是條，跟人講條包了本來，個作向師傅看，係只會教你哦，用品做，哦，只會點你，哦點你幾擺落去，你做到是會聽。小條辦水呀，有用啊，看會所用啊。辦水該冇貴貴啊，要不這樣曬也條啊。呀，這挺多好用啊！也有，比如個新看面有嘛，個量有嘛，有量個啷個做只量線啊？量線啷個做好來按落去，啊，還有一種是木蛋有嘛嗬，個加入蛋糕啊，啊，可以按得啦。
听多种就是巧个。啥鸡也很熟的，很大的。cái鸡弄落去是唔会真爱啦。比如那个炒一只鸭来就冇，弄落去就是个啷啷。休长时间咯，太体力行还没全部放了，放起来，市场下迄大尾的是就线条看我去看有东西好吃嘛，有水来嘛，有砖的嘛，有沙的嘛，就姜怕冇材料，啥就再材料问题。从休长还是安做？60岁以前唔是需要当酒啊。60岁以后样，所以就睡下，睡20分钟，上半点钟那样。那条路中西快速啊，去到南寮，那是南寮到了。来。今日下个东西吼，像个水草里头全部去收起来，个沙土全部收起来。以上前有10年以前，全部变水泥啊，像还不下个就啊，个做个水泥个。太铜，过了中铜，过了是小铜，个碰全部去碰个个按发个全部去油矿个油矿，有落去混个也好个就白花个，所以冻了煮了。我来聊下，嘿，好，你过来这里，好。cái thị sản này. Tốt rồi. Anh hoa là hoa. Cái sai bảo, coi cái này sai bảo. Tôi qua hàng này là coi cái có sai được sai. Anh tăng giấy tôi tôi mình giá trị. Ai không chỉ có tỷ lệ tổ chức hoi. Anh ấy因为爱打。头次变爱打，打了后当第二遍才会当。这咱外行咱袂晓。来到永远是人真好。阮阵仔阮无钱呢，真是无钱啦。这是这个庙咧个服务啥，拢无咧共收费的啊。无钱我黄先生讲袂要紧，咱拿落法律证人吼，看下甲恁斗阵做的，安尼。拢互阮欠啊，黄先生拢互阮欠啦，即摆嘛我欠伊足多的啦。安尼嘛吼。对白来，安尼来。头先看起来这较长啊。对。这较长，这较长，是安尼。卖线出去。安尼。
谢我。我研究20年，6年有冇？呢只关帝庙，该下前进太讲，还是出10万，该条会展出5万、3万、2万，还是建出10万呢？从玉脚的口间开始摸的。好，你表达等看看的试下。好，先走。红绳的干叶，拿起来一下。今天看报告，可以就好好的，照片没的啦，个开发有啊吼，照片没的啦，这边还有啦，很多人做，做了会做个山晒吼，就好啊，就好。这片没的没，像这片还有的啊，还有几家的啦。来了，烧来了。道路知道啊。当他见面然后又坐在然后坐在表下来后轻松的时间然后又平了啊样呢，所以对我哋有兄弟来讲係一隻動態嘅壓力啊樣呢。要看10個字哟，10個牌的。也希望我爸爸呢吼，做得上嚟開，做得去了是做得了咧啊樣呢呢吼，唔會講呢吼，本一家庭太壓力啊樣呢。哎呦，有啊，那很好，比较是，比较好，要多吃一点哦。对，吃不下的话啊，没有体力。想要吃都没有办法，都吃不下。哦，这样子。哎。所以你还是要强迫自己要多吃，你吃不多没有关系，就是一天你的工作就是吃啦。实在讲哦，上天菩萨有保佑，不然的话我死掉了，非常严重。普通人死嘅，老實講，係來講，比如講我嘅精神上啊，我也唔會強勢。所以我也是挺樂觀，所以上天也就庇佑了。也都那个好过想唱。哦，牙刷梗啊。捆过去了，也都重要好过啊，信用好过啊。讲来地呢，好。我电话他收买了，我查我哟，这才爬上去一个呢。
半年。我说你莫让爸，那得去尿尿呢。哦，都是相中。係啊，哎，做地方吧。做对了，是靠木匠天平了。佢看到嗰條路。这条路天平。嗰條路以上啊，地方也大有隻廟，你哋話。好嘞，老爺。上下可能隻廟。阿伯好手術，買大菜唔敢食，用打农藥，自己做來後是好安全。人家冇打農藥啊。我哋係得到平屋企照顧啦，路見咩先辛苦啊？我係唔會得到平，都唔會啦。我得到平，自家又冇去腳又冇，老化嘞又復出來，今嘛啲下面挺辛苦。竹筒条，竹筒条，也是挂掉。哎，还挂掉。竹筒条，好多竹筒条。这个只留到这一个啊。係啊。改良樹其實講，你是802年啦。邊來啊？最潮係。礁溪啊？哎。哪喺標方嘅東西啊？啊。標嘅奶啊？係啊。新年比較錯，也是供起來行回來，那供起來也整，就做貴州天祥，哎。对，就旧的庙宇它翻新了，又重新做过了。重新做新的给他了，哎，该就用说那套东西是按照起外里面，啊。我出門去到那位的，然後又拆來東西買的，然後掉下來，做啲保留的，做啲講有多少歷史啊，我攏去撈佢溜全部下來一樣嘅，但啲紀念嘅東西我攏撈佢插全部下來，然後然後都冇下嚟丟嚟那樣嘅。架子上都是，因为这个是有那个规格的，这个是大的，这一型的都大的，我那个都是大的。看一下，你看这个都不会很重。整座都是木头。对，你看这已经是很久很久的喽，很古老。天台家，天台，哦，加10年了，差唔多30-40年了，哎，50-60歲了，60公車用了，60幾，也係60幾歲，哎。木的还是很难上哦，干苦手钱。哦。木打的什么哦？怪獸產料啊！哎呀，係啊。兩幫怪獸來產。係啊。係啊，我睇下那幾個順相坡就送啊，驗不了啊。跟他学的时候19岁，读书广平了一段时候才给他做。对他跟他蛮慈祥的啦，所以当然事情
除了现场都是他姐姐或者就我姐姐这样，他现在很少事情在这样做。因为年纪也大了不需要不让他那么操心了啦，真的。但是有时候设计上面还是要求到他，毕竟他会绘图、建筑图、绘图那些。他蛮照顾我的啦，说真的。平常家里生活起居那些啊，家里有什么事情那些，几乎看自己儿子这样对待我。所以他的工作我们也没给他分，说你是老板，我是工人，这样一样都是自己互相在做这样。卡定喺是啲一啲公子都係彩條啊，喺個公園係發落啦，喺要到是即刻去停喺樣顯，即刻落船去做，因為買喺叫上買。一共多少錢？你看錢啊？昨天個煙霧昨天賣668啦。個煙霧昨天賣668就話唔知要食嚟冇就話喺要我攤啦。佢昨天賣。嗰陣時喺蛇雕兩又不賣眼裝有嗱啲啊裝有個啊殺賣出來。老人家在做，我們就跟着做這樣子，就算類似傳承。cái có phải nhau à? cái hay lòng cái phải có tổng tiền này chứ cái tổ nó là dán tổ nữa là cái tiền là tổ nó lo chứ cái anh nhung shỏng của nhà lo à đi chứ học饭还几多块其实饭全该啥的全属于掉啊不好啊你存一些了该好你放人家款些cái tôi thằng cái tôi chú ăn nhầm cái à cái chắc vì sao méo chọn à cái做méo做对了cái非常强鸦片个优秀，你看鸦片个作秀，用是按用宽，非常有力了，也看是点啊，来下来，非常强，我按用啊，你那秀按用也有力了，按用冇力了，cái nhìn做thái bộ，对同安全面，cái hết做对了，非常强啊。笑出奶，记那种有诶无诶，你想到？一直都是想要做一些跟新竹客家有关的研究，那只是，而且其实我对这个传统的房子啦，还有一些人，其实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常常就是喜欢在这边到处跑来跑去的。还有就是这个面向跟外面，还有他们彼此之间跟这整个环境的，他们是不是能够体验到什么？那就他们所学的这一个蛮长一段的时间的部分，是我们在学校里头比较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提供到的这方面的讯息，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必须透过师父的语言，就照他的语言的方式去了解，而不是照我们本来我们自己的学习里头有的这一些部分去做了解。那你进步啊？进步呀，好，不容易。好，多啊。我相信那天上头去。
係啊，你試咗啊，我先調啊，試咗咩咧？做嚟嚟，我調我全部嚟，啊，會想調嘛？唔係，試下好啊，冇想叫。冇小問叫啊。好好好，我按照按掌音，你重來一下。好。沒，那你先步一下轉，好，我想叫。啊。常師傅來聽看一幫用班現來整理啊，伊緊袂流水啊。韓國啲跳擺係該有主流嘅蘿蔔，所以啲下本法橋吼又開始講誒做啲研究了以後會正式到進肥吼來做該有主流嘅經驗館。拜年的那个火房屋，火房屋啊哈，是分有3种啊，有3合一，哦，有4合一，啊，还有是5件的围墙扣起来，这是我们进行火房屋，啊，模仿屋的，啊，有3种。应该不是啦，这些是师傅哈，这些有接待师傅哈，跳不上下去5件，该背头人修理个多啊，哦，让唔会流水啊，哦，你讲这人会洗吼，这系人会接的吼，该碰下会流水，哎。我们就会准备一些就是需要跟他请教的部分。才发现，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地方，其实就在他的解释当中，慢慢的就是浮现出一个轮廓。所以这样是穷困呢？对。应该是放过来。嘿，放过来是唔会。前当日好时候，伊马上都该到去。所以该会是山西该水跟落去，该较不较掉。个表示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水走的时间是。等于讲，我冇考虑到了点。对，你那是今天目前是面碰。好，那是贵江面嘞。那是贵江黑啦，风山都叫唔讲。那本来什么有种方式系讲，按照该帆布扎好以后，大概用来烧。就是觉得其实师傅在谈这些功法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有弹性的，而且他就会用一些现在的这些容易取得的这一些材料，然后就是就当地的那个情况。然后或者是他讲到一些比较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低，那个落耳间的那个高差的处理的时候，之前我们就会觉得说这非常棘手，因为我们如果要铺帆布的话，它的形状很特殊，而且那个垂直的地方很不好遮盖。刚师傅就提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在下面铺一层上来，再从上面铺一层下去。那其实这地方它就是被盖，两个方就被盖住了。它其实就一直都在。尝试新跟旧之间如何去做新的东西，可是也是有一些传统的元素在这里头。又变空啊！哦，露出个大路。嘿，会安尼穿来穿去吼，穿到就得先又减解水哈，又其他又水了了吼。我们其实，在做修复的时候，通常都会找老师去看个几次，然后而且我们会先做一些功课，就是就我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先做一些了解之后，再请师傅到现场跟我们指教，就是说，每一个他的状况是不是适合用怎样子的方式去修，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不同的见解。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我俩目前是网友来建会是上。即个还算研究了，他们有个应该有做个做法吼。个咩行个啦，割去皮啊。割個皮。我聽話講，做錢多，最割皮嘅。係用做啊。係用做啊。係啊。有啲線上是講，安尼嘅做法是好特殊啊，按照客家人啊，韓國好碰順嘅，也都無怎樣做。竹是呢個竹薄皮咯啦。这师傅的观念吼，按照什么呢？冇用心，我来讲啊。冇用心嘛，让人做这东西，哦，一定要用心嘛。伊非得按照钱出来，我你落去做，这天我你做的，
人因做咯，会用弄紧，莫讲哎哟，披萨东西你把它接吧呢，哦，做起来咪人啊，我都5个 Q 啊，你啊，你这谁后面啊？哎后面，哦，你好，哦，喺下面，关呀，也是516的罗木啦，哦，记个也真细汉的516也子孙俩大，啊，你帮木个出门爱木个，啊，你爱木係愛木个，因為刺湯啊，木個刺湯啊，愛白變阿公破鼻所。腳下嚟快啲，不是，沒，腳下快啲。啊，你食幾隻寵物結果咯？哎呦，我哋都揾用阿轉講咯。我留嚟做咩啊？留嚟做紀念嘛。本來孫女哋都好看啦。哦，我有條擺捱爸捱公做呢條路啊。哦，挺辛苦啊，就要想，我想講你會大病，要不阿公阿爸你都很辛苦，你看做呢個東西哦，也留下來。哦，就本意，伊只心理上嘅感覺啊，我感想講啊條擺用。